校友、老師、嘉賓，大家晚上好，歡迎大家嚟臨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校友會晚宴暨2024及2025年度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傑出校友獎頒獎典禮。今晚我哋喺聚賢樓舉行呢一個盛會，唔單止可以重溫理大校園嘅回憶，仲有機會認識不同年代畢業嘅校友同埋新朋友，彼此分享下大家嘅成就。咁今日好高興，好熱鬧啊！呢個係我哋30週年嘅慶祝活動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 BREDAA 新一屆委員成立之後第一個搞嘅活動。咁我相信其實有好多校友都好想加入我哋，同我哋接觸 ，keep 住同我哋有聯繫嘅。咁所以透過今晚嘅聚會係一個開始。咁啊，希望大家加入返我哋 BREDAA，同我哋有更緊密嘅聯繫啦。咁首先今晚我哋好開心啦，非常開心啦，邀請到大家一齊嚟參加呢個晚宴。呢個晚宴嘅最主要嘅搞手就係我哋嘅新一屆嘅建築及房地產系校友會嘅新幹事，做得非常之好。我希望佢哋呢個當然唔係第一次嘅晚宴啦嚇，將來繼續有更多唔同嘅活動。咁要大家一定要支持嚇，鼎力支持。咁另外要感謝就係話 PolyU 除咗喺我做 business surveying 方面之後我亦都有機會參與到 Direct 博士嘅一個課程啦。咁令到我喺個人嘅一個 academic 嘅方面嘅成長好大嘅。建築工程同埋工業就好難分開，所以我都好多謝工業總會嘅主席支持我啦。咁我好高興今日BRE 呢個會accept 咗我哋 Building Association 嚟做翻佢哋嘅會員。多謝你哋安排所有嘅嘢，我哋係樂意參與同樂於贊助。我哋都要飲水思源，因為 BRE 係協助香港建設嘅，冇我哋香港冇建得咁好嘅。咁嚟緊我哋會搞更加多嘅活動，希望大家校友更加互相聯繫，好似一家人咁。多謝大家。